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联合早报7月17号发表的，这个标题叫中国房地产危机比想象中更严重。这个作者叫易富贤，这个名字我倒是挺熟的，但具体干什么好像我现在忘了，这不重要，我们看看他的观点怎么比想象中更严重。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近几十年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政策导致的人为土地稀缺，地方政府对土地出售收入的依赖，以及对未来增长的头脑发热式预期，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首次购房者的强劲需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28岁至32岁中国城市居民数量已在2019年达到顶峰，而没多久房地产泡沫就破裂了。看他的意思，那就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我已经有印象了，易富贤好像是以前是老讨论人口问题的一个专家，好像在海外，所以他很有可能是从人口角度说房地产实际上非常严重，比想象中严重的多。他说今天的中国经济与1990年代的日本经济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当时后者的房地产泡沫崩溃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但日本失去了几十年，并不是某些不可逆转的趋势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是愚蠢的政策失误，根源在于对经济所面临的挑战错误理解。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会重蹈覆辙吗？正好今天上午咱们有个热点节目也谈了日本的失去了10年、20年、30年日本的政策应对。这个易富贤认为日本这个失去了几十年是政策应对失误，愚蠢的政策。但是这都是一家之言。他说在出现房地产泡沫之前，日本的房价与年收入比急剧上升，说东京的这一比率从1985年的8飙升至1990年的18，就是房价是年收入的18倍。推动这一趋势的因素很多，包括日本的土地税政策、放松金融监管以及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不力。但来自首次购房者，也就是平均年龄在39至43岁之间的需求，也起到相当大的助推作用。这个易富贤他主要是从人口结构这种变化规律和房地产的变化规律，从中找到一些就共性。由于房主感觉自己更富有了，因此也增加消费，这推动商品、服务和股票价格的上涨，增加就业岗位，降低失业率。但对新住房的需求开始快速下降，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是一个关键因素。1991年，随着日本65岁以上人口结构占比达到13%，首次购房者人数开始下降，房地产价值暴跌，股票市场崩溃，日本陷入一个以生育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为特征的通缩陷阱。易富贤说，他说对问题的误诊使情况变得更糟，这种实质上的人口结构慢性疾病被当成急性疾病来治疗。上午这个文章里面也说了的，叫窒息而亡，慢性自杀。比躺平更严重的是经济上的慢性自杀，应该这么说的。他说政策制定者认为日本正在努力应对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问题，为了阻止本国货币升值，他们印刷钞票，降低利率，增加政府赤字，并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这些政策再加上2001年开始的新购房者数量反弹，导致房价再度开始上涨，并加剧这一潜藏的疾病。由于组建家庭的成本越来越高，年轻人推迟结婚时间，并减少生育，这些跟咱们现在症状都一样。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吗？年轻人结婚成本高吗？彩礼也高，房价也高，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政府试图通过提高儿童津贴和改善托儿服务等干预措施来提高出生率，但成效却有限。你看，我们现在也在鼓励生2胎、生3胎，成效恐怕也是很有限。生育率仅仅从2005年的每名妇女生育1.26个孩子，上升到10年后的1.45个。
为此，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设定将生育率提高到 1.8 的目标，但相关措施如让妇女在生育后更容易重返工作岗位，无法抵消各类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而这类政策被认为是对抗通缩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房价继续飙升，结婚率进一步下降，出生率急剧下跌。去年日本生育率仅为每名妇女生育 1.15 个孩子。要这么下去，日本的人口到一定的时间之后，一定是快速下降，直接就腰斩。这个韩国好像这个问题更严重，有专家说，韩国80年以后都没有了，它的人口出生率更低。这个文章说，日本为失去之几百年埋下伏笔。他说，过去日本乐见低利率和日元疲软，因为它的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但是日本劳动力大军的老龄化和萎缩造成工资上涨压力，加剧国内通货膨胀，削弱制造业，使日本从顺差国变成逆差国，致使它容易受到输入性通胀影响。由此可见，日本摆脱通缩陷阱的做法，却导致它陷入长期通胀陷阱。长期通胀会降低购买力和养育能力，进一步降低生育率。通过助长人口崩溃，日本终结失去之几十年的做法，为失去之几百年埋下伏笔。到底是失去几十年啊？现在已经变成失去几百年了，因为人口在不可逆转的在下降。说这对正面临房地产和人口危机的中国来说是一个警示。近几十年来，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这个政策导致了人为土地稀缺，地方政府对土地出售依赖，以及对未来增长头脑发热式预期，导致房地产价格飙升。首次购房者的强劲需求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几十年来生育限制，中国年轻人通常没有兄弟姐妹，因此他们往往比日本年轻人早11年购买第一套住房，也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第一套住房比日本人要早。但是28至32岁的中国城市居民数量已在2019年达到顶峰，而没有多久，房地产泡沫就破裂了。如今在2020年至2021年顶峰时，贡献25%的国内生产总值，就是 GDP 和38%的政府收入的房地产行业，受到需求疲软、建筑业下滑和产能严重过剩的影响，价格下降导致家庭财富缩水，损失额相当于中国年经济产出额，也就是一年的 GDP。这破坏消费、就业、借贷和投资。中国正在酝酿的危机比日本当年面临的更为严重，这是易富贤认为的。他说，首先，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要大得多。比如2020年，中国住宅投资占 GDP 比重为1990年日本的 1.5 倍。2020年，房地产占中国家庭总资产 70% 左右，而1990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为 50%。今天中国的房价收入比是1990年日本的2倍有多，也就是房价更加畸形。此外，中国的生育率要更低。说日本在首次购房者刺激的10年后出现第二次首次购房潮，而中国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增长速度比日本要快得多，也就是老龄化速度更快。日本花28年时间才达到中国从现在到2040年之间的老龄化增长水平，而在这段时间，就是1997年至2025年日本的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0.6%。最后一个不利因素呢，说中国面临的通缩和失业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2020年，中国家庭消费仅占 GDP 的 38%， 而1990年日本的这一比例为 50%。什么意思？说来说去就是咱们未富先老，未富先衰，就这意思。我们这个人均 GDP 还没达到日本呢，但是我们日本的病我们已经患上了，就这意思。然而，也许最不祥的预兆是中国政府继续宣布的 5% 的潜在增长率，也就是 GDP 还是 5% 以上。一些知名人士还认为中国的增长率可高达 8%。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正在采取一些追求短期回报的措施，如扩大保障型住房供给和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却全然不顾疲软的经济基本面。这就印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名言。什么名言？就是人类从历史学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这个不知道是不是黑格尔说的，反正意思到了就行。这个就是易富贤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房地产危机比想象中更严重。我在想，他说的这些也是客观现实，虽然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但是我认为他从人口结构方面，他认为咱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比日本当年要严重得多。既然这个文章说到人口出生率，说到少子化，说到老龄化，正好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有一位41岁这个所谓的大龄剩女，她道出自己的心声，就是不结婚不生孩子，她的感悟。大家看视频。我1985年出生，今年41岁了，没有结婚，没有生过孩子，然后呢，每天基本上就上班下班，朝九晚六，有周六周日休息啊，生活没有压力，没有负担，因为我的工作的话也比较稳定，收入就是一个打工族的一个收入，基本上能过上小康的生活吧，无忧无虑可以这么说。然后今天呢是周四，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又觉得特别无聊，但是呢身体又很乏，既不想去健身房，也不想去公园。然后呢，这2天深圳的天气慢慢变热起来，所以呢我又燥热，然后呢又很无聊，又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提不起兴趣来，也不想吃东西。然后呢，我就去公园里面，家里面旁边就是有个公园哈，我去那走啊走啊走，觉得好像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所事事，提不起任何兴趣，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啊，该怎么办？也没有任何情感的诉求，想什么拍拖呀、谈恋爱呀，然后呢，偶遇啊、相亲啊，所有这些全部没有了，就好像我的情感世界已经被抽干了，然后我对生活的渴望也到了尽头，就那种真的就是无聊到了极致。然后我在想，我该怎么办呢？当然我知道我是来大姨妈期间呢，可能会有这种激素的波动，所以导致我这种情绪显得特别的抑郁吧，可能是抑郁的早期。后来呢，我就搜索了一首很老的歌曲，就小时候听的，大概那年是9岁还是10岁，跟我妈一起看台湾演的一个霸道总裁的一个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当时呢，我真的是情窦初开啊，然后就爱上了里面那个男主角，因为他是霸道总裁，而且长得那个样子特别帅，就是我理想中的这种爱情的对象，知道吗？哎呀，很遗憾，那个时候是充满了对爱情的憧憬，人生的希望的。但现在一听一看呢，早已是非常的懂了，就是那个时候的梦想，小时候的期待，对爱情的向往，对人生的期待，到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一个笑话。它也仅仅是存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存在电视剧当中。你我普通人的人生永远都是这样，就这么无聊无趣，没有任何期待。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爱是人的活着的希望。如果没有任何爱的期待寄托，没有任何情感的期盼，灵魂真的就是很空虚、很寂寞，觉得很无望。人活着就是为了衣食住行吗？终有一天你会枯萎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们单身过得无忧无虑，但是最终还要去生娃、去结婚、去做这样的尝试。但尽管这样的尝试很多，99%的失败，因为生活对于我们普通人太残酷了，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真的你想怎么过都过不好，无处安放的灵魂。一声叹息。这个视频未必是真的，就这个讲述者啊，他未必是这样，但是他讲的这个意思啊，这个文案，它能打动很多人的这个心，能引起共鸣，那就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为什么要看这个？实际上，我认为啊，不仅日本，还有韩国，还有咱们，都不约而同的面临少子化，都是出生率断崖式下跌。似乎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当然我们自己也一样，也好像还没找到什么好办法应对。日本、韩国比咱们要出现的早，但是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办法也想尽了各种刺激，
但还解决不了。所以我认为咱们可以评估一下，在当前情况下，你出台什么政策能够让新生儿出生率上升，那就有可能是你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欠发达省份那些地方，尤其是农村的，你给他们提高补贴，他们愿意生。但是问题就来了，他们有生孩子的意愿愿望，你只要给补贴，那你不补贴他都生俩仨了，你要补贴他肯定愿意生。问题是他们又结不了婚，那农村的青年他出不起彩礼，完了之后也没有女的愿意跟他们结婚，那结婚更难。你可以补贴这个生孩子，但你怎么补贴结婚？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呀。所以说我们应该换个思路，也就是我们要承认，随着经济的发展，你新生儿出生率就是要下降，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在这个前提条件上去考虑怎么样让经济恢复，而不是要跟这个条件去对着干，采取各种措施去刺激。要么你就回到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什么？你比如说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大家想象一下，那个时候是多么的贫穷，不要说住房，什么汽车，你连自行车都没有。但是这个人口出生率是不是奇高？每家每户那少的生4个啊，4个算少的，4个孩子，那多的8个、9个、10个的。为啥？越没钱越穷越要生。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就实行计划生育之前，后来强行实行计划生育，结果都刹不住啊！有好多人叫超生游击队嘛，为了躲这个计划生育，夫妻俩到处跑，那个条件多恶劣！为什么人愿意生？很简单，你现在生孩子是负担，要花大量的钱，一个孩子你恐怕是花100万的，根据每个城市消费水平，动不动就几十万，多则上几百万的要花出去啊！而过去生孩子不仅花的少，那本着是1个也是赶，2个也是放，带1个也是带2个。那也是带3个，那就大的可以带小的了，反正就给他吃一口吃了就完了。这时候孩子实际上成了一个叫赚钱的工具，因为政府所有的补贴、所有的东西是按人口来发，你们家人口多，你们家就发得多，大概就这意思吧。计划经济，你们家人多，那你们家以后就是集体劳动上分，就是上工，那你工分就多，工分多，那你们家就钱分的粮食就多，都是按人来。所以老百姓就发现生孩子是赚钱的，生孩子占便宜，占便宜越多，所以就玩命生9个。那现在生孩子纯粹是个无底洞，有很多年轻人连自己都养不活，你还让他掏几十万来养孩子，这现在动不动就卷，各种培训班、各种补习班，那都是花钱如流水。最后我们再看个新闻，这个是中国房地产报报道的，说海口一个安居房项目降价，引发维权。开发商回应说不降价，企业就等死。从开盘时的12000每平米到如今最低8000元每平米，时隔2年时间，房价直降4000元每平米。这对于海口市文亭区一些业主而言，内心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要求开发商退还购房差价。7月13号，双方在文亭区营销中心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并惊动了警方。据记者了解，海口文亭区安居房项目是2023年3月份开始对外配售，可售房源450套。至本次降价风波发生时，该项目尚有130套房源未能消化，也就是2年以后还有130套房卖不掉。7月15号，开发商方面就近期发生的降价风波回应记者称，降价销售是正常的市场行为，文亭区也不是海口第一个降价销售的安居房项目。按照原销售价格折算，我们还有1.6亿元的货值压在这里，如果不尽快资产变现和资金回笼，企业只能等死。开发商方面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记者在文亭区项目营销中心看到前来看房的客户络绎不绝。据了解，降价风波发生后，当地住建部门已介入，并到现场了解情况。政府部门已介入。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7月13日、14日，业主聚集在文亭区营销中心维权，并与销售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而在本次争执中，情绪激动地称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营销人员陶陶，事后在其个人自媒体平台回应在网上持续发酵的降价风波。他回应称，关于项目降价，其实是开发商迫于无奈，
一方面是当前整体市场形势不太好，很多项目已经大幅下调价格，文庭居并非第一个降价的项目。另一方面，开发商降价的行为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陶陶回应称，在该项目剩余房源降价销售之前，他们已经跟相关部门做了多轮次的沟通和汇报，得到明确答复是降价销售行为是合法合规的。关于安居房为什么能降价，他解释说，安居房本质上还是商品房，它与商品住宅的价格调整和价格波动是一样。说开发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自主定价，只要不高于12000每平米就是合法合规的。什么意思啊？开发商地方政府推出安居房，什么叫安居房？它的开发商的售价你不能超过12000，你可以低于12000，但你不能超过12000，有上限，它没有下限。当时是房价在涨，房价一天一个价在往上涨，那政府是为了考虑到让大家能买得起房，所以他也搞安居房。结果现在显然是多此一举，房价在跌。至于本次降价的诱因，开发商方面回应记者称，文庭居项目剩余的130套房源一直卖不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仅是周边的安居房项目，就是普通商品住宅项目也在降价销售。附近一品牌地产商开发的楼盘，已经从当初的17000每平米备案价降至10000元每平米销售，也就是腰斩。周边有普通商品住宅价格都降到8000到9000元每平米，那这个安居房12000一平米还能卖得掉吗？你安居房比旁边的这个商品房还贵，所以降价是必然。安居房降价卖，这本身就说明这个楼市目前是什么个情况，恐怕加速下跌已经成了这个大概率事件。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